想不久了，是讲伊有咧听讲啊。各位年龄、各位前辈、各位大家好哈。伊互较拄则安尼，你讲前面小讲古字啦吼，啊互较用即个语，互较有法当听着啦。因为讲来即部吼，咱要入去，感觉讲你要用色、甲空、要用体、甲迄个啥，迄个用，感觉足好体啊。啊，你体字咱若甲即个图依照互较问我就讲迄个画一个零吼，画一个零代表倒的本体，啊来搭一，啊来搭二，来搭三，迄阵就容易入了。毋过互我感觉听这啊，佫容易佫足好体，尤其若要讲三宝心吼，要讲要听，互较感觉讲有即部咧讲，真正有够好诶。因为互较去山东，安尼游来说，喺山东遐人来听三宝吼，后摆安尼对头第一步听到山头到山，因为好拢毋是用迄个，好拢用迄个三宝心嘛，就要甲游啊，游超越到五教圣人所咧找的啥，迄个宗旨，迄个道，安尼袂讲，全好诶啊！你若甲游伊心会出来，伊啥物？伊遐20箍诶功德费，外口逐抓单吼，像即抓后尾摕215个摕1500，摕1500就偌济钱啊？有7500啊！搁落来到泉州，互遐咧搭伙嘛是感觉安尼迄个啥，夜人因迄个路边也是好搭。互遐搁来到浙江，搁用这个讲，迄个啥物人去对付有钱的人，动辄5000几万，5000几万年的钱哦，安尼我袂晓算，要外嘛？你讲你太太买了好安怎？互遐摕卫生纸1条钱，互遐因为我拄仔讲爱人去看伊安尼，我是感觉用即个方法吼，超越天文家、超越物理家、超越所有医学家，互较做少个，因为因遐有导入一个啥医生，甲一个易经的，一个医生互我甲讲，安尼听你敢听有超越你的医学家无？有。搁一个易经的，啊有超越你的道德经，有超越你的易经的无？讲有，因为咱一定爱超越迄个找着迄个源头，啊，互我来用即个图帮咱做参考。很容易就进入啊！这是因为咱10箍价外，互较5角凊彩袂个嘛。好，因为咱即个用，就讲咱即个先，因为我即点看，可能说我写的比较无水啊。我打讲很慢呀。这个叫做现象界，现象界就是讲根据所有的山河大地，咱所有当看到的物件，这拢是这叫做现象界吼。啊，现象界来了变物质，啊，物质来了变啥物？变分子。这是以理解所推演出来，所要找迄个源头哦。毋过毋知影讲咱三宝生活，咱早就找到啊。因物理家、因天文家，因用出侪方法要得诺贝尔奖，但是呢，找到无？有找到夸克而已，无找到空性，无找到迄个能源，无找到热处咧讲的，无找到咱经理咧讲的，讲迄个金光体。所以呢，因为物质来变换分子，分子来变啥物呢？电子有分电子，这是物理家的人讲的啦。啊，但是咱这拢卖管哩，吼，变原子啦，吼。咱来一直找原子来个分做3个，叫做质子，啊来叫做中子，哦，啊来呢，这两个合起来，就是咱咧讲叫做核子，核子，啊，核子来了后变叫做啥？一直细微，要找回迄个能量是安
找回到拢能量，咱规身呼出来能量是绝对来，叫做无形无相，对唔对？哦，叫做不生不灭嘛。我才听你讲的，真正你若达到迄个，你万项你拢会好啊，万项你拢看会开。真正嘞，尤其到咱目睭要摕你的时阵，你不要再抓紧，你越抓紧，你越偏激。啊，所以呢，伊甲咱讲，到家你加的是盒子，盒子来变上方子，来一个先叫做戒指。这咱拢卖，这咱拢无法度人去甲找，毋过咱三个生活已经互咱找着了。咱找到上路尾加的是啥物？接近物理家已经找到这个，这讲啥？这啥？夸克，夸克的足细微，你来用足大个迄个先，迄个啥放大镜较去找会着啦吼。所以伊讲伊即种有6种，有6种。啊，伊6种是啥物呢？夸克来到尾啊，上尾啊就是啥物？咱要找，咱每天在找的这个叫做能源，叫做能源。拄则的能源一直咧带，就是能源已经无够足。如果若互我咧讲啥不奇怪，你互我咧讲啥，因为我咧寒我是不辛苦啊。迄是啥物？叫做能源，十足哦。能源到尾啊，就是咧甲咱讲，咱就是要找到遮，找到遮到尾啊是啥物？讲84000个法门，就是咧找这个，叫做空性。空性叫做混啦，道德经叫做无啦，对不对？叫做无为啦。哦，道德经，闻名之事，谓之天地经；有名之妙，谓之啥？有名万物之妙，咱就是伫遮一个。咱今仔日已经超越天地所有医学家、物学家、天文家、所有物理家，咱今仔空性已经咱。咱超过五教圣人所要找迄个物件，咱已经找。啊，找物件就是要安怎来？到遮就是咱所有五教圣人所有经典，就是拢咧用这物件。这叫做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对无？咱就是讲空，就是空无一物。但是呢，咱这现象界就是叫做色嘛，哦。尾话到这身体，学林某某对头到尾，有头毛有目睭有鼻仔，有只大骨通互恁看，对对来，有这个空性啦，对无？迄叫做不生不灭不无不增不增不减，迄叫做空寂，对无？哦，所以咱对遮有诶时阵叫做对遮，伊来伊诶能量特别强，啊伊诶能量你到遮你诶空性当中，虚空内面。我们的弥漫着很多非常巨大的什么能源？有这个物件你免烦恼嘞。果实不是为之天地，天地之门为之天地，一直生出来，生到用袂完。真正嘞，你甲食有毋免烦恼，你这毋免烦恼，你这个身体有70分，你甲食你毋免讲你惊大肠爱小肠爱去做，你都毋免烦恼。它有巨大的能源，它有蕴藏着很丰富的能源，它蕴藏着无边无际的怎样能量？对一个，所以当天地还未开始的进前，就是这个条命的啊，这叫做五啊，咱就是要找这个啊，所以呢，伊咱讲你讲。伊一个道生一，道德，咱强调对道，道生一对不对啦？小咱道生一有一个一，生一啊，道生一，啊来再生二，再来生三，加迄个土地经过无极生太极、赛极生上，两仪生四象再生八卦。啊伊讲呢，一加道生一，一就是对。啊，未去第一进前有星云，星云啊，星云，一开始讲，开始练啊，所以我们的
甲咱讲，我们的诸法实相就是一直啥，叫做无常。有无？有我，有一个有我，来呢，内反其境，一直就是咧行、咧动、咧变，一直在行、在动、在变。像咱这个现象，咱这个现象啊，你迄个身体，你迄个空，你迄个无为，无一时了了的，一直在行、在动、在变，弹指。你看咱一直咧变，你看偌几时间变遮老，对无？哦，当迄几工咱囡仔尔变遮老啊，所以来咱讲安那呢？咱而遮生命伊一直咧行，伊一直咧变，伊一直咧动，变到了变啥？太阳系诞生了，太阳系诞生了，道生一，生二，生啥？二就是天，就是太阳跟天跟地，哦，再加一个空间。咱今仔日这个价值来是这间厝呢，这间厝的外壳，咱的钱是买伫这间厝的外壳呢。你厝若起愈宽，价值是毋是愈济？啊，伊的宽是啥物？就是空间愈大，空间愈宽，是毋是？伊若迄个空，迄个空间若无大，会价值，对无？你甲起迄个外壳，起你即个外壳，毋是咧看外壳，原来是爱即个。这个才会装得当。如果你若装得当，常得我们的人，而且空是啥物人属？咱像伊来讲，若是倒好伊，就迄个好文用，全部来清点呢。